接下來為大家來紹介第五首詩，詩名叫做人。人，一隻腳站在天堂，一隻腳站在地獄，所以在兩腳歸頂點的臉面，有時笑着，有時哭着了。一隻手被天使拉着，一隻手被魔鬼拉着，所以在張力作用點的良心，有時被撕開一樣地疼起來了。宋釋，這首詩總共8句，分作2段，每段都是4句話。第一段將人的形體比作屈原的弓起圓規，人有2隻腳，使人想象人的一隻腳起佇天堂這片，一隻腳起佇地獄這片，使人想象人同時的快樂的天堂同痛苦的地獄裡度生活。兩腳的蛋糕就是人的面，有時是開容笑面，表示人度度生活的快樂的情景；有時是叫人拭淚，表示人度度生活的痛苦的情況之下。第二段使人描寫人的2隻手，一隻手分天使來等，向等3個方向；一隻手分魔鬼來等，而牽人行向惡的這片。兩片分天使和魔鬼來等的手，在身上產生張力作用，作用的中心點就按到良心，也就是人的身體，是講人的心念行為，無本等自家的良心，就會在天使同魔鬼之間搖擺，嚴重的話還會慘烈痛苦。這首詩前後2段，用齊整個排比形式，天堂同地獄是生活的情況，天使同魔鬼是人性的2面，使人精確描寫人的生活、人性的表現，做得看出使人自信的創意的描寫，還有使人的人性的人文的關懷。